帮助这个的。我在不就就是我给的开进就不行。我自己说进去的，可以帮。下无语没有。他无语挂起说呀，都被那简直拖出去说自主家进来这样。来了。不是。我给老总给我占了不是这样的，过去话。我这样就下来给张相的多。这是几人呢？那这下面吧。那就是过干嘛的？我的。不对的，就给一下这些现在加到给别个了，自主家的意思。给他张下面的理由都看的，我张下我怎么？这个是有一张。啊，这用个平板的好坏的这个。会加在一起的对吧？那我有没没加？呀，你再拉一个吧，那我多了。我有那么多，俺吃来去做俺包的呢，俺有小的嘞。但算了吧，这没有呀。重新选人吧，打不过。要重新过去接吧呀，老总他真正过去接的。没，俺那家没动，俺票没别干的，俺多的没的。真正我一个，真正我一个，俺票一样。吃来就有，不要吃来就贵。我没两万，我那俺这一帮俺家里过去，你看了没得呀？他为啥戴面具？他戴口罩，你工作拿走了吧？哎呀，谁去了呀？我拿着用掉。看起都能表面的，对呀，看就表面的，他是看的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啊。他民都工作我这里没人。欢迎我明哥。要么这样让他接个了呗。我可以。拉不下去。要么这样，他妈接个了呗。接个了呗。拉呀！呀，老总，我你没过去叫的呀，我你婆你没过去上叫你说，上。吃。不吃。吃不吃。我阿爷菜不吃，菜不吃，就是我不太清楚。你看，菜不吃，菜不吃。嘿嘿嘿，真正过节，吃了股阿巴子。我想不听。家还是老的辣啊！吃来去着。菜不就吃来广东菜，不广东菜不。给就必须我觉得汤锅肉选过的呗。妈，俺那汤他妈的，别给。对，那我也要给老年人一个平台，知道啦。我。等拿着。行，来，年点打赢了的。给看你现在马跑的钱看得中啊。这是什么方法的？做的是。看，别给点咱们这个新闻不做了滚蛋样的。对，不要太说乱七八糟。那技术的，这来去做促销。啊，这来去做把酒的买比赛徒弟啊。别看嘛，是咱姐把我丢的。看嘛。但年点打的过子的，但年点打的老师们俺来说的工作，这一把我们都得摸这个年点打的，呀，老阿叔喵，感谢我林夕姐，感谢我姐，搞来的，感谢我小四哥，看吧给他，他也没这么大脑子呗。谢谢哥。欢迎呀！那看转，下面让就给你个名字，你叫欢迎我做么姐？我太有面了。给老总，觉得你一下，给直播间的没激动，那就是给这人气觉得都看接不来给，觉得不要那这是给觉得我咋个给？那给我在民族直播间的没你这么行没？家里的觉得搁这面着。现在激动啊！这的人气面着兄弟，偏头还没呗？那你接不到呀？马里，在马里接不到。上着过去看接不来，觉得。可能我呗，估计从旁边那些别个那了填充起来进去，给觉得几乎那了给讲就是给韩国下讲觉得，那个觉得老总。觉得老中国觉得嘛，给你叫我什么？觉得我得去咱男的比多些。我要到觉得难看。哎，这40个人兄弟们，每人都一个小细胞，老子我们家成熟的嘛。
还差35个人，感谢我哥哥姐们送来6个，这是破费了，哥姐们破费了，还差28个人，兄弟们，又被锁喉了，操！但是我命由我不由天，兄弟们，还差10个人，兄弟们，每人怼一个小心心，帮我对过小小家，这兄弟们还差7个人，就差7个人，还差6个人，还差4个人。他看来连票都是票，连大家脑袋看来1票8票0票真的，那卡不来，控制票搞的。但是这个到底妈的也是年没的，等于可不多过给你9 8000票耶，他能9票上的去。没无语来刷的，飞机机的没无语来刷的。怎么能够停滞不前，穿越时空，竭尽全力。今天晚上我1000票也没有，滚什么？等一下我拉一下，叫他滚什么？妈一顿那就。7 6，不用拉了，不打了。来没给票的，那我都你妈的个哥哥来投票投个几点？来家人们强势来了，兄弟们，后面有没有个帮我打一把的哥哥姐们？求你们啦！就像阳光穿过黑夜，还有40秒，兄弟们！感谢我林夕姐，感谢我姐破费了姐。OK， 但不用打了，兄弟们，再打的话再浪费票了。等下一把，兄弟们，操！打19000票，操！未来的路就在脚下，应该是起来的方式不对，操！姐能助力一波的，现在。阿家真真，阿家子罗兰，阿家吃了就是年月的，红最月的。这就有点像真的。欢迎我一冲之哥。求什么票的？哎呦，这就算一个。哎呦，大山哥哥、牙子哥哥上来的墨镜，大山哥哥和牙子哥来破个白吧，公主，破个白行不行？欢迎我回忆哥。你都黑在给我按微信来，给我给拉上去，给叫他滚去！就叫你滚蛋嘛，滚的滚。哪边出了问题，兄弟们？转，真正都到钻石了。那感觉人我有点年不给那聊嘛。我跟再给拉票钱，我就没完。关注了新路哥，谢谢哥。谢谢哥。加成年去看我拉钱第一句嘛对不对？不用谢，我们是老乡省六大一点的，这把面子举过丢。大姐妹老总，点赞球奖，谢谢你们。感谢我小陈姐，没啥，刚开始嘛，不着急啊。要说谢，我2个都是你。感谢我小陈姐，谢谢。谢谢，感谢我对天子罗兰106，坏男孩，不想让你排到最后，哎，谢谢坏男孩，谢谢。欢迎我咖啡很酷哥。再见了，老乡哥、牙子哥。感谢哥，感谢哥哥姐们破费了，哥姐们破费了。谢谢哥，还有感谢我小四哥，感谢我欧洲哥，感谢我小秋西哥，感谢我小姐姐，感谢我哥姐们。这几天你休息太多了，但脸真严重啊！也给我的面子。脸真严重。没事的，感谢你。好的，哥哥，要自用去，他去哪关键这个。后来说占了。呀，林的小妹觉得你那几张？哥，我选紫罗兰。把它放大。是对小群。又有革命问题。对面紫罗兰拉的话面41，猪了，晚上了，但106噻。欢迎冰州。后面下播把电费都没赚到。欢迎人狗。106，那么可以开始。估计哥哥姐们下一把我根本是给不着的，估计他给惩罚做真的。我电费赚到了吗？面41。俺做24小时主播票进的话，面帮助看着没的话，他也不能先拉的话，紫罗兰，山南迪士尼拉了，知道吗？的。对面苏小妹，他31都不说了，真的106，我才而且真的想真。亚龙别拉萨群主喽。你吧。真这个我想要放大起的。有。下热心民众。啊，没可能。哎，给估计他这里马里估计3名的，确实估计韩国不估计掌握这关系，估计关系，美国的长相没就是长相我都估计都，他总觉得估计给就是美男子总的估计都，他就是让嘛就嘛开个那啥子都爱给帮助，他不说啊。
看的牛气。他妈的，给俺那边你这么去见没？好像他的门开了。你看，这里要注意个。小拉丁要选谁？你看这靠那个领家去。对不对？你有个这给你讲的什么都给老总。所有的举几个都不要。五个就能来。给老总。给哥哥们打。呀，当妈水水下来。这你送钱啊，就顶个不久呀。还是好的的。欢迎43几个，能不能帮我一下哥？43几个。我操！盯着门干嘛？领家就给你住过的。我操！我直播间来了个神秘人。我得给他业绩说的没？你妈让几个人的神秘人现在。我那天看的我那买多的嘛，那个买灵芝小妹，神秘人嘛，看到有人去到直播间头有人喊 KK 啥嘛的，香港那没干我最大。第一次有票会买吗？雷欧哥，啊，好奇怪哦，卡中的。给老总这没了，人家才21岁，想专门搞，给你们那个。老脚别那装不的呢。啊，巨多打个。看到这小妹，想做的股票堂客300年多，看到了。人我那看到的。做牛妹妹是的，接着帮打 Q 小妹老总啥的。俺帮打，就当俺说就比给他帮打过的呗，也没帮助。票给写到，股买票没得卡中大吗？票没你给写的票没，就那票有不见落几点算没？卡中的，奇怪哦，对啊，真的。我们都很不跟票说的多了。卡中的巨多的，跟那跟你有毛关系啊？就得堂客380多斤呢，不是突起啥的呗。喂，你跟堂客有仇吗？你给我买的嘛，40。广北我也念叫的。啊，那巨多的怎么呀？怎广北我啥牛卖扒皮。堂客300要保养了，最近24小时播。那都话真的。这给金球妹给大哥咱们都哎。哎呦，我记得开心。所以他有他很幽默嘛，对啊。要跟这几个俺这惩罚送的去顶级这个，他训教的呗。对呀，都行。欢迎 PC 哥，看没？跟老总哎，给马里给局长给就行了。我的可以，是吧？啊。人家4个输家4个不组队，可以。我们。我俺说俺嫌弃像个鱼呗，俺不嫌弃嘛，亲我的。不是，那还能怎么打呀的？俺出嫌弃像个结局啊，不做的事情。不是嫌弃，那说怎么打死的呀？包头钱都干了行上的，小小的，推准那个那中东的。有3个。欢迎报酬来，4个出家4个各打各的来。玉梅给报酬不咋，就说特别多的嘛，给几年个月。看那么子，看那皮肤也会洗那也不是，给这点化妆球都给绷住。这点短个多的嘛的分从卡本就的。哎呦，大个鸡没变你妈谁呀？我多的嘛的，这是我们有没有个帮我的打一把的恶鸡们？感谢我林新贤，感谢我山南飞牛哥，感谢我恶鸡们。哎呀，说后。又说了，又说后了，家人们操！嘿，在我直播间都给我做，快看拉是个直播嘛？这个吗？走不着气球，欢迎我活力阿峰哥哥，欢迎哥，有大哥不来了，现在大一点了。欢迎我崇礼1世哥，欢迎我哥崇礼1世哥，能帮我打个跑车吗哥？不需要追他们的票哥，我这里能摆一点分吗哥？欢迎陆小帅，欢迎我崇礼1世哥。哎，那真的喂，就你老总你怎么了？啥的股票别给钱苹果呗呢？俺的家政搞的看着打跟着去的，俺的几月呗，觉得研究跑到湖南的丈夫地里有的了。啊嘛，表面的就有的，面的话有个着了呗，就天地银行那个人民币的有去了呗。给群主了，这是给老早群主了。我给 top 来是有上啊。未来的路
这38个人，兄弟们，每人对一个小细胞了，多加成，兄弟们。说话的又退网了，兄弟们。还这35个人，还这32个人，兄弟们。黑仔哥、多哥在里面 ，OK 了，打完这把去聊天了，兄弟们。打不过我就跑。还这9个人，兄弟们。还这8个人，还这7个人，还这5个人。欢迎人哥，欢迎哥哥们。没有他赌的猫坠入爱情的深渊了，兄弟们。索花坠入爱情的深渊了。就像阳光穿过黑夜，黎明悄悄划过天边。欢迎乐哥，欢迎哥哥们。穿梭轮回街，未来的路就在脚下。对，感谢我人哥，感谢我哥哥们，加成过了，家人们，不应该去那个额头凹洞放柴的地方。对大家花要慢的个多的妈的叫最近都不玩了，兄弟们，跟这个没有啥关系。那不来了，来不了了，不来了。欢迎欧美姐，欢迎哥哥们，欢迎人哥。来，家人们，家这来了，家人们，输可以，但是输的少一点，兄弟们。票往上可以怼一点点不？就像阳光穿过黑夜，黎明悄悄划过。有40秒加这兄弟们，后面有没有个帮我给打一把的哥哥们，求你们！感谢我绝杀哥，感谢我哥，感谢我哥们，感谢我哥再次送来的默契，感谢我哥们破费了，哥们破费了。不要悲伤，不要害怕。欢迎国王哥，欢迎哥，还有30秒，家人们，后面有没有个帮我给打一把？感谢我哥欧洲，感谢我哥破费了哥。往上打一点就行，兄弟们。感谢我小珍姐，感谢我姐送来的默契，感谢我哥们。14、13、微笑面对危险，梦想成真不会遥远，鼓起勇气。感谢我小珍姐再次送来的墨镜，感谢我姐。感谢我姐再次送来的墨镜，感谢我姐破费了姐。感谢我哥姐们破费了。完了，家人们又手合了，感谢我央辣姐，感谢我姐送来的墨镜，感谢我哥姐们。就像阳光穿过黑夜，欢迎我 B 姐，欢迎我姐。悄悄划过天边，谁的声音穿梭轮回街。耍家在，给我们跑不干热嘛的，那给耍个家去。叫什么？叫的真是擦下。未来的路就在脚下，不要悲伤，不要害怕，充满信心，期盼着明天。新的风暴这是你不开播的惩罚，开播也是一样。大哥们，那 PK 卡的要挖你，太皮苗！感谢我哥姐们破费了，感谢哥姐们破费了。谢谢我勇哥，谢哥破费了哥，谢哥。哎，这里的小米真好起来了，我叫你我了。我好起来了哥。我摸住了3个。你这次哥你选，你第一个选吧，你发誓。哥，你选吧。我送你一句话，我是希望让你好好活着，而不是让你这么好起来，你懂我这个道理吧？好的哥。我打了个300遍，你打个15000遍，什么意思？好的哥，那我觉得我们哥你先发吧，哥你要发谁呀？要把蓝色全猪笼放大吧。感谢我哥勇哥。你说咱说句心里话，以前午夜档 PK 话事人，对不对？话语权你老高了，那老些大哥榜上，要么就是商界精，要么就是企业的名流。你就说你现在打的这点票，你还管上我有家没家的哥们，最起码我住的是酒店，我没住出租屋啊，老铁啊！你又管上我住酒店了，咋了？1天700我交着呢，兄弟。咋了，兄弟？我住个酒店又挨你折了呗？你该不会一有赢个 PK， 你该不会又说父母卡把我从家里赶出来了吧，兄弟？你真是能凭空造孽的选手啊！呸！该你没票啊！该你没票啊！
这样吧，罗兰从我就这边看着啊，我从这边的看着经济给看的5个。哦。给我给他中的。过个是我打的几家，我又找过东的。我最近我真的特别累。这拉人呗。拉大人啊，是拉的。啊？拉大人没有人还得拉的。那皮个多个的举几节的吧呢？就打多个皮个节呗。这就把他们多个拉的。多个来不的，而且他你家必须弄的呢。必须都得拉的。他点没得，可你没先把他连满接那就接不着。突然我点没得呢，没接。下来。肯定下了。我也这来啊，我以为张哥在直播呢，嫂子在直播呢。他马上下了。下了吗？要不然那个。他马上下了，他是拿睡衣。别别哈喽哈，对的呗。我没有存在吗？妈的，美国人那老都比我学习那么多年。我没有团队吗？什么意思啊？啊？听这股大哥，啊讲啊听这股。你们连过来不说话是干嘛？啊？你们连过来又不说话是干嘛呢？再说话呀，没。不是为什么？最主要是跟你对话，我们听得懂啊。你声音不要那么大，好吧？老总啊，这个厂长说有点喜欢我，有可能我俩在一起。我不喜欢他哦，他脸上那么多。昨天晚上说喜欢，又说不喜欢，不喜欢。你长得那么丑啊！你长得那么丑，我才不喜欢呢。没这么力气的。这个聊聊。来谁哥？你开的什么麦？OK，是这些 OK。屏幕上面点赞，先点赞到个1万，好不好吧，拉姆拉？家人们给我也点点赞，好不好？点到1万，好不好？看到了。看到啥了呀？就这啥了？你和跟我又遇在一起了。给点谁吧，一来。那谁吧是呢？这。他来这说是呢。这下，那倒是你说话都有的给。这个就是国际监狱的孩子，罗尼的下属。啊？不是我们是吗？这个这就是的罗尼下属啊孩子。但是现在这哪不说的是？可能呢。这哪过的，多的么的就是你们，但孩子过的，等你多个皮给给这些说叫吸毒的。要不要听我们要的话关注？你跟多个在打 PK 啊，孩子？多少嘛？多个老婆。多个老婆多少一遍看一下。我进不了呀！你们在说什么？他打 PK 吗？还是怎么的？要那你师傅在这里，你不能好好说话是吧？那你说不了好话，我跟我师傅能好好说话。哎呀，那你跟师傅好好说话一下呗。师傅，我想你了。过2天就有了。拿录用什么？没事，挺好的。那让我打个广告。漂亮吗？很多吗？大家看这广告觉得。哎呀，这广告2千1卷。明天在山南市的生意子弹店年车站路生意区主打这个天马国际客户和远大话，按年PK包场介绍，看到是少林足球免费点打不过，哎呀，少林足球可完了，带儿的给。女足可完了，带儿的呗，这个。这算少。